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勾勾。等一下呢，我要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新竹露营，因为我们朋友在新竹的五峰山开了一间露营区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要负责带的东西。那这是我要带的东西，一些毯子，然后还有一个瑜伽垫，然后以及个人的随身行李。我的行李其实蛮少的，因为都很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出发，准备先去台中集合，待会见。真的马修只到膝盖哎，我刚下来整个到这里。你的钱包掉到水里，被光了啦。怎么回事？一直在拉裤管。你不要害我哦。快啊！换楼了，换楼。好吧，看看吧。好啦，准备烤香肠。要先网子要铺那个食材。你要把它煎那个，可是用那个不是很容易掉。哇塞，超大条的。我觉得不用哎，你要包吗？这是你要包吗？我是觉得滴水。包到最后你根本就不会包了，因为会烧焦。你要包铝箔纸吗？要啦，还是要铺一下吧。铝箔纸到时候会烧焦。那个有毒哎。反正铝箔纸我们买2捆。来，大家都不用洗。对哦，美生菜，美生菜，杏鲍菇，金针菇。
终于回到家了。其实这2天过得真的蛮开心的。虽然我们的行程没有很紧凑，但是其实在每一个点上都很顺路，然后就是这样整路一直玩下来。然后我真的要大推一下嘉阳露营区，他们的环境跟美景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他们的卫浴是全新的，然后热水使用上也都是不会断的，所以你在沐浴的时候其实是蛮享受的。而且那天晚上其实有超多的萤火虫。再来就是老板娘，也就是我朋友的妈妈，也对我们超级热情的，然后也很好客。早上还特地准备了材料让我们煮稀饭，除了晚上烤肉以外，白天的早餐也是我们自己料理。如果要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呢，大概就是露营区，因为他们是新开的，所以有一些角落的灯还没有完全的塞好，可能在夜间的行动方面会比较暗一点。好险我们都自己有带手电筒，如果有去的朋友，建议还是先带一下手电筒。再来就是因为这几天的天气都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晚上其实比较没有看到星空的，但是我们很幸运都没有遇到下雨，只是说云层比较厚，所以星空的部分看到比较少星星，不然他们其实这个地方是看得到很大片的星空的。那这就是嘉阳露营区好的景点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玩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喜欢加订阅哦，记得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收到最新的资讯哦。那我是勾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